过来关心到以下冲突，联合国的人权报告指出，以色列安全部队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性暴力甲种族灭绝的行为，甚至去破坏生件的真相。因为以色列是否认这个指控，讲无影无迹，个真含糊。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进前讲要来接管加沙地区，即马煞慢慢啊转嘴，讲无要甲巴勒斯坦人赶出去。经过超过1年5个月战火摧残，加沙一片如苍苍，亲像拍远共款。即马联合国专家佫指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做愈来愈多性暴力甲种族灭绝的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3对人权理事会报告指出，以色列安全部队伫加沙甲西岸被占领区涉嫌侵犯人权，包括性侵，甚至佫攻击性欲诊所。Certainly,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would know what the purpose of that clinic was. There is a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ose who were firing the tank shell, because our conclusion is that it was destroyed by a tank shell, knew at that time that it was a fertility clinic, but certainly their commanders knew. 调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当局摧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生育能力，符合罗马规约，甲防止定义危害种族罪公约所界定的种族灭绝行为类别。这项报告指控以色列安全部队伫2023年10月，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男警了后，利用强制烫衫甲性侵，作为处罚巴勒斯坦人标准操作定数的一部分。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严厉谴责调查结果虚假而且含糊，佮指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反犹太而且腐败。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捌表示，想要让美国接管加沙，佮永久赶走当地巴勒斯坦人，佮将因改造海滨度假胜地。不过，这几礼拜，川普豆豆解喙，甚至甲爱尔兰总理见面的时阵，佮表示，无人会赶走巴勒斯坦人。Nobody's expelling any Palestinians. I don't know. وهذا شيء طبيعي جدا انه يتراجع عن كلامه لانه ما حدا في كل العالم في كل الكون من حقه انه يفرض على شعب انه يطلع ويسيب بيته ويسيب ارضه ويسيب المكان اللي انولد فيه واللي عاش فيه. احنا بنبذل قاعدين الدماء عشان نضل على ارضنا. 哈马斯也对川普明显放弃赶走加沙人的提议表示欢迎，佮喊伊唔通歪向继续以犹太复国主义。不过，川普也讲到，应该马上停火，而且释放所有村的人质。佮强调有人质受非常恶质的对待。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